有聪明门啊，刚刚还有勤学门。啊，你看到遮尔侪面，囡仔做伙操练啦吼。哦，勤学。咱是九龙地，咱大陆龙安中，本来条条民中，咱大陆头中地，因着咱这个华道头中、西湖中，花寮信安中，安尼，从这里跑到那里是50公尺啊。50公尺短距离。你看那个红红的花，那个叫做凤凰花，它那是树花凤凰花。它多大学校啊？是凤凰花。久了就怎么跑到那个？这是咱小港镇非常重要的仪式——开箱宝。咱开箱宝。宝岛神很大也来直播了。